花7到4、5公分長嘅時候就要補棚。補咩棚呢？就補隻中濃荔、荔枝綠眼專用流體棚。打落去呢，你個花枝粗壯，花粒飽滿，提高你個坐果率。等到個花7到圓頂嘅時候，殺一槍，回頭一槍，多後座，就加嗰隻荔枝綠眼專用流體棚，壓落去壓到佢個母花，使佢個母花慢慢開放，提高佢個坐果率。有好多呢個畸形果啊、窿心果啊，呢啲其他果呢就減少，使佢個花管伸長，慢慢開放。到用時你個荔枝呢就高產。你大家一未買到就透過視頻下方咧點開來買。